各位乡亲，大家好！今天的研究学家实验白话语文的研究第80号，描写描述篇。佢每个主题係客家民間流傳風俗，信不信由你。一個提供41節課文一時一語，那個對照錄音，提供各位鄉親大家來了解客家嘅文化以及一個客家語同文嘅用法安尼一共有41個一個民間風俗，民間嘅風俗第一段第一個信不信由你，第一個就講咱做話就一個用嘅來嘅，就是講最後吃飯的飯時一個措辭呢，愛茶莫該變該嘅那個婆就吃了。第二就這個不火靈呢就餓尿表多火勢也用我吃了呢，用火燒桶盆就會好的第三，樹枝甲餐時喺燒火嘅時節，用棍呢，捅一個鑊帶，就會有絲走出來安尼第四，腳趾彈蓋就是腳趾嘅頭前有彈喺那個彈蓋一個手人就會點到牛屎。用一個磨麵那個皮呢，剝下來，纏腳趾蓋。第五，一個博夢船，頭白人講看人餓死做人事用無限糖，有限是有數嘅時間呢，有種子就做人讀，用有數嘅種子，中間嘅是實字按佢有片嘅時間呢，就會讀做片數嘅種子嘅就講客家嘅風俗嘅體系也有出個位，主要個位本客家嚟個了解，客家個好多個國語個嚟做個比較。好，第二個嘅木竹皮金條，一個有人講右上同左下嘅是喜事，有好嘅條；右下同左上嘅呢是唔好嘅幾時這樣嘅樹葉木竹皮，一個就會講好嘅條來，壞嘅條走，好嘅條來，壞嘅條走。按嚟講呢，三下就會好，一個木竹皮，一個第七就講一個少婦嘅人是不可以看竹馬樣子，叫為咩話樣子不可以講看呢竹馬樣子，竹馬會講個寫竹嘅呢是黑啦。第八，少婦嘅人呢，唔好看形容下口，形容同拍夫是相衝嘅第九，竹馬樣子，竹蘭上頭行唔好點蠟燭，假使點蠟燭呢，生出來嘅養出來嘅竹我太牛皮，應該要見證過嘅第十，不牛切頭，就是講俺人切頭行個皮生到一個爛長亦幾時這樣嘅咯？開生牛市就會好有人講不牛切頭，就開生牛市。第三，一個第11個就個父母有神嘅時間，不可在房間內拿剪刀，
偏见多为上推神变成那个土神啊，土神。第12呢，这个父母有神的时间，不可以在房间屋背呀，带东西哦，带错嘅啦，带乜嘅东西，为一个有神嘅人呢，会留台，会留台。第13，父母来世到疫情嘅时间呢，撇行检统计，嘅脑液嘅神口啊，要注意下啦，哈。有来世嘅时间，脑液嘅时间散开。第14，有神嘅家不可以压在一个茶口嘅挂旗嘅，嚇有神嘅有這個帶台來嘅啊嘅家來嘅時節，茶口嘅行後背啊唔好講刺嘅嚇，撇面上到台式。所以有神嘅人係會跳毛掛刺嘅哦，啊！第15，烏鴉嘅叫野管，嘅時節一樣嘅咯，一暗部叫到天光，做下嘅風字，天放放，地放放，我家有嘅好叫王，過路君子飲上邊，一覺睡到天太光，用風字下嚇，第8歲嘅。多年來往過嘅天火出嘅啦，冇到別行安尼嗬，好本嘅解釋啦嗬。有神就是懷孕，同基就是好關於講基統，流胎呢就是流胎就是流產啊，個企業就是一個就企業嗬，叫做個那個吃東西嘅。其實烏鴉話嬰兒烏鴉話叫野管，就是啱補頭就會叫無天咯，哦，好叫王就是愛哭王，個人講愛哭王。好，再來看第4個，面向係拍滑板啊，我上到拍滑板，一把嘅啊，也就會講西來人，一個藍衫鵝鳥、白鳥。藍衫白鳥，一個暗夜在路邊白鳥嘅時間呢，出聲音出乜嘅咯？這樣一下，安尼話，安尼就唔會面花花不花花，面花花呢，佢就冇鬼快機啊！嗬。第17，比腳頭入到鑊堂前啊，隨時愛下鏡啊，用手拿摸。許多人屋卡，鑊堂行係用鏡頭比腳頭，安尼做唔得咯，嗬，表示對中部行歸類嘅意思。堂下大門莫並堂下大門嘅頭前啊，唔好並橫床墊，嚇橫床墊，這是規矩哦，哦，點香出火不可用嘴盆。盆呢會太過呀！老人家不是按嚟講，我用手拍背壺，我也係向後説對出壺氣嚟嚇。第20，出入廟堂，我對入邊人咧右手邊入門，對左手邊出來啊！一個鄉親呢，大家講禁忌嘅事情，所以廟堂行，再看條到嘅按到嘅個四個主角。藍衫就是隨便的意思，隨便啊。白鳥就是鵝鳥，哦，傻鳥。比腳頭，哦，健講腳頭。鑊堂就是太堂頭前的廣場。嘴盆用嘴吹，六太改就是甲狀腺腫脹的一個東西呀。也係，就是或者是。一個嘢呢，挑書盆嘅嘢話，就頭前後尾冇相同嘅嘢，但係也係另外提白嘅也係也同樣的事，嗬，嘅詞上嘅詞冇三點水嘅啊，嘅也係一個後尾頭前，都係相同，無黑咧就是熄滅了，無黑咧就會熄滅了，嚇。第五，
数字字一講21啊，就義工會半日講割啊喎，係一頭半日講嘅話嗬。數字唔字一講，第22天生日，呢個田間通途也係插個豬嘅，也係一個竹頭都做得。但是唔係天生日呢，就要注意啊！嗬，田間地度裡冇能集中儲頓嗬。個多針葉呢，就是不可以嚴格疏失一個言行啊，也係最注意個多針葉啦。一個唔好用到多嘅安啊嗬。第24土方就種土方多嘅時間呢，就有冇做嘅種啦。用嘅，要用條通土嘅那個竹頭，那粗度啦，用3多些米水下挖嚟，就會好嗬。25太準風暴鳥啊，也寒些時間，不可以在太準風暴鳥，會白鳥節啊，白鳥節，本文呢一個西安的主角頭度嘅。一講就是月亮，一講割和月亮都裂開啊，義工會裂開，下挖嚟就是撒一撒，個白鳥呢就是撒鳥啊，白鳥節啊就是膀胱磨裂，不是我餓鳥啊，膀胱磨裂就是白鳥節啊呢。第6個抹草參加也係2到3次嘅事啊，靠那個台行靠抹草嚟撇下，所以參加3次也係一道事情。台行靠一個抹草嚟撇下。第27喪家帶孝嘅人啊，不可以去他人家嘅草料，會衝殺啊，一個要注意啊！嗬，帶孝啊係喪家，冇去應付佢了啊，亦都不吉利嘅所在。28那個教會會在俄羅在啊，教會啱唔頭會南山配啊，要勤上嘅啊，吹高嚟，好多話講吹高嚟，也是以不想將要發生嘅意思啦。太陽不上到有空嘅時間呢，就一個上牛市嚟過牛市嚇，好老話講啊，過烏晒，佢都冇賠嘅意思啦嚇，所以上牛市可以用來牛嘅上到嚟挖來過牛嘅樹上嘅坑啊，按個頭度講啊。也嘅那個不用切頭，也還可以有上用式來釣喎嗬。但是有句話我們就有樣啊冇樣，本草白沙對到啊，是冇錯。但是啲開到用式、過到用式啊，佢就仙丹妙藥難解救啊，我們就有樣啊冇樣嗬。本草白沙熬到對到。千萬不可同勇士傾下喎嚇！這個故事就是講啊，頭擺梁松鳳嘅事蹟嘅一個故事。第30，白夢網絡時光，一個好彩頭啊！點嘅，去買獎券會出獎券啊，唔知有樣啊冇樣嚇。網絡時光嘅事蹟，白夢網絡時光，好本文嘅主角，叫位乜人？就會。關於講啊，就私人倒霉，本人倒霉嗬，懷有的意思，衝殺就相克咯。教材俄羅就客家話，好多話都我吹高嚟安尼。白夢就是做夢，好，再看大下一篇，第7篇，夢島，頭先人講夢島都樣。白夢各位白夢一樣嘅咯，食冇肉嚟吃了啊啦嚇。第32，呢個白夢看到啥個？
八梦中有三个，就是讲啊，土地八公土金相啊啦。所以不是我八梦都三个嘅时间呢，恐开点点嘅，那金相去八公下烧烧话咧，就冇事情安尼吼。无诶，暑假嘅时间爱拜乜嘅咯？拜天神八公，天神八公啊，平头八公哦，平头八公，那么割到错，割到树啊，割无诶时间，那金香去拜平头八公啊，吼，一个是一个平头出平头方，凊彩一个所在就按到平头八公。第三就是买太子金嘛个咯，金主南八公。跟主南八公嘅时间呢，抢人嚟识得喎，35，我太岁嘅时间，紫河港，紫河港一個河巴城嘅人啊，不是那麼尖度，那麼從屯北嘅地方啊，36，做丈夫不可太尊方，做嘢啲人嘅丈夫啊，不可在太尊方射哦。在尊教嘅方式，因為做嘢丈夫有特別禁忌嘅所在呀，所以一個做嘢嘅丈夫嘅頭拜嘅啦，頭拜嘅，保氏保鳥嘅鳥夫呀，唔在太尊方式，而在尊教方式。37，5年喺來世啊，不可入廟堂哦，同看神明鬧熱，有來世嘅夜間來時注意嚇。38，但是假有用嘅咯，特別係但是寫假啊，愛開做卷呀，愛開做卷呀，特別嘅個嗬，見下冇嘅啦。39，用剪刀用鐵剪呢，鋪攞出嚟，又雕嘅門。愛做乜嘅？迄無呢就控訴佢喲，也都會講係邊攞出嚟啦，係雕嘅啦，冇滿意講啊，我愛哪啊？冇講我冇滿意嗬，家說係一個雕嘅，嘅啊，嘅世界出嘅雕邊出雕唔話咩回事嚟嗬？用那個攞出嘅呢，係邊攞出嘅時間也冇滿意，冇呢係呢。會控訴佢，一個會變攞出嘅人就可以嘗試一道。賭博、禁忌乜嘅咯，剃頭啦，作陷害啦，作奸商夫啦，個攻破曹氏啦，劍術之間啦，個麻雀、事業做莊嘅時間冇去惡事嗬，會睇下或睇下啊，本嘢含。老師啊，賭博也冇俾人喊老師按賭博冇去有人賭博，嘅按導行呢都必須嘅再講一遍，賭博嘅禁忌有一度嘅，剃嘅都冇剃頭剃講嘅冇賭博，冇打麻將，作個陷害冇去，作奸商夫啊冇去，攻破喺喺北床下曹氏啊。拗來拗去拗死啊！佢又有必須冇戰術之教。麻雀事嘅時間呢，做莊嘅時間，惡事冇去惡事惡鳥，我本人會睇書啊，本人賭博場下冇本人係老師書，按賭博呢冇有人賭博，有人賭博必須啦，41。今年個20人上手是老虎嘅人呢，莫入信仰間，看信仰，反拍虎上衝，會上衝哦，一個信仰，我個嚴重，看四隻腳嘅，看到四隻腳嘅樣子啊！樣子冇去看，冇去看。尤其西來人，我去離沙行潛水冇嘢，喺讀到拍書，應該讀到拍虎呀，
嘅傳說嘅細妹嘅，一天會睡3年啦喎，唔知有樣啊冇樣嗬啊？分文呢客家詩人做嘅，和味就是稻谷，拜就是用金香，唱嘅嚟拜嘅嗬，金香花果哦，金呢就是用三線，有那三線啦，做有肉中間嘅啊，也叫做金北宮嘅金，安嗰個字呢有5線，做加那個太祖太陽，哦，嗰個做有肉中間嘅，傾加嚟5嘅，平頭北宮就這個天頭北宮，就是模型嘅啦，一個點字就是踏實，用點字，後事就是草詩，兩公婆去都打麻將嘅草詩嘅時間呢，別墅啊嚇，以上呢就係講啊一個信不信由你，信不信由你，哦，再看到一個經驗是老虎上手，老虎這個小老虎嘅人呢，莫逆平陽間嘅個始終地位嚇。反拍虎上衝啊！我就看4隻腳嘅加速嚟樣子，叫嘅啦咩位啦，莫去看啊！我再加上最大下嘅，我亞為叫野關，講忙嘅咯，我寫嘅用紅字寫為第8嘅出頭行，係呢隻嘅個天放放，地放放，我家有嘅好叫王，過路君子飲上邊。一覺睡到天太光，用紅字寫，第8就多年經過嘅素材啊！以上就係基本嘅同大家嚟一絲一語出來，俾大家嚟做個互相嘅研究客家白話文。同時基本嘅一個文章喺度裡係有插25分鐘嘅一個李文古社科學聽出啊，主要是研究白話同連音，一個非常嘅好聽，有神奇嘅素材。以上呢，希望大家監聽。希望按知識有中意請分享，還愛拜託大家開再講客話，傳承客文化。